继续正大消息来看，台北市商业总会为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来成立着后援会。侯友宜要致辞进前，一一来介绍着台顶国民党的重要角色。但是介绍到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利隐如的时阵，这个名煞叫袂出来。侯友宜讲，伊甲这主委因翁较熟悉，这是互徛伫边仔台北市长蒋万安笑甲真爱叫。讲搁较爱叫的是，明明台北市要参选立委是有8个人，也就是有8只家仔囝，但是现场敢若来王凤美甲李元秀，这是互侯友宜这个家母这个带头看起来特别孤单。事后立委赖士宝来背会，讲因为地方的行程伤满了，所以一寡立委的参选人才无来参加这场的后援会。还有李锦如、黄如锦、李锦如。连续个礼拜，才总算将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隐做的名甲叫好掉，想要到这话一讲出来，现场又个真爱叫。你老公我比较熟啊。侯友宜切开讲参主委的红色较熟悉，只是台北市党部动员工商界有人挺侯，有一个名字侯友宜敢若有淡薄成分，参像是负责组织动员的组发会主委柯武金。我们的这个组长哈，组委会组长。名字念袂念当，台顶的人拢替伊紧张。那蒋万安伫边仔真爱叫，就连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伫咧提起了后嘛吐大气，就惊会影响到大家对侯友宜的支持。侯友宜市长展现他的魄力，展现他的正义，来为我们国家拨乱反正，带来一股清流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场的加油声是画甲真拍拼，严格敢若看舞台顶，敢若王凤美甲李元秀两个人到位。虽然讲侯友宜身边有真侪拿赢重要人士，严格这个家母看起来算是做甲真孤单。这个行程很后面才看到啊，对，原来行程排不进来。背会讲是地方的行程伤过无闲，所以才无去。只是公开活动，无看到拿赢党员和家母连安安。侯友宜这场选战看起来拼甲真孤单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